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20，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泰国。泰国国会选总理，前进党的党魁皮塔第2届参选，但个票数也是无过半，伊即马总理做袂成。无米兼认为泰国的宪法法庭嘛发出命令，宣布皮塔那亲像是因为有伫媒体插股爱等待调查，所以伊即马众议员的身份嘛暂时互暂停。面笑笑较自信，进入泰国国会议场，前进党的党魁皮塔19第2遍挑战总理大位。เสนอชื่อบุคคลให้สภาพิจารณาเห็นชอบให้รับตำแหน่งหรือดำรงตำแหน่ง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คือนายพิธาลิ้มเจริญรัตน์นะครับแต่ว่าพรรค8พรรคร่วมเนี่ยยังยืนยันจุดเดิมนะครับที่จะเอาเสนอคุณพิธาก่อน不过就也未投票，泰国嘅宪法法庭就发命令，以皮塔疑似敢若有媒体股份来参选，暂停以众议员的身份，一直到判决出来为止。以前政党带头的8党联名，依然是推皮塔第2遍挑战总理。不过议员因对皮塔是毋是当被第2遍提名意见无同。经过规工的辩论，尾暗的投票表决结果，312票赞成，394票反对，8票弃权，比13第1遍342票支持也更加少，也是无法度被提名。I won the election. I formed the coalition. And I got blocked by the appointed senates. It's about 40 million people who chose one system that was agreed upon, which is called election, and 250 appointed senators without any linkages to the people. 皮塔进前接受路透社专访时阵，就批评泰国军方所任命的250席参议员，无重视人民的意见，也重申未改变修改实情，模范君主制宪法112条，所以互军方加保守势力投票反对。支持者伫咧国会外口示威，抗议皮塔议员的资格被暂停，要人家是这批等入去国会大门内面，要求参议员下台。皮塔进前就捌讲，若这边挑战过失败，会甲机会让予为泰党的总理候选人。为泰党表示，会甲联盟内面其他的政党讨论，必须伫咧国会后一边开会，也就是27进前决定连选。为泰党的赛塔有可能是联盟的连选，60岁赛塔为着要选总理，4月才辞掉泰国上大的房地产公司的总裁，伊形象真亲民，被看好会当解决泰国的经济问题。看来是建制派可能会当接受的代替人选。泰国军方是考虑要派公民力量的党魁现任副总理普拉威做总理候选人。不过军方伫咧5月国会大选，则输甲真凄惨。若是搁再做政府，恐惊会搁出现大规模的示威抗议。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辑。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侨美的董事长苏姿丰，这礼拜来咱台湾访问，伊昨参加台湾公司举办的创新节的活动，针对媒体提问，伊是表示，伊感觉这次来到台湾，感觉真好。Hey Lisa, how's your visit in Taiwan? It's fantastic. It's a great week. Have you missed the food? The food is wonderful. 苏姿丰伫昨下晡是参加侨美的创新节的活动，有接受媒体访问。伊讲，人工智慧搁伫发展的阶段，也毋过伊嘛讲未来5年至10年会快速发展。伊甲台湾团队开会的时候，摕到一包印有伊相片的超大包的乖乖，真醒目。也若苏姿丰来台湾唯一的公开行程，是伊今仔日下晡会去参加阳明交通大学办名誉博士的学位学医，了后伊就飞去日本结束行程。美国参议院18同意通过台美21世纪的贸易倡议投配协定的实施法案，刷倒来就会交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后就会生效。咱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示感谢，嘛强调这个协定会当替台美的未来打好基础。美国参议院18第6月众议院了后，嘛一致通过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投配协定实施法案。法案正式送出国会了后，会交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后生效。行政院长陈建仁讲，这个协定生效了后，台美经贸往来会有法律效力，这嘛是未来讨论完整贸易协定的基础。台美贸易协议的倡议当中呢，我们来加强这个关税以及通关的便捷化呢，贸易的便捷化，实际上就是希望能够使得台美的贸易上都能够互惠。台美贸易投配协定包括关部行政、甲贸易便捷化、
好的发展作业、服务业各来归种，反价钱，中小企业只5项议题。不过，在野党立委批评讲，报告内底无看到具体效益、甲损失的评估，嘛无关键的关税优惠。台美敢是会向 FTA 更较进一步，也要确认。FTA 重要重点2大重点，第一个市场准入，请问台美倡议有没有让台湾可以多一点进去美国市场？没有。我们乐见台美关系的实质推动，但是也不要言过其实哈。那台美另外一个焦点，就是前美国总统 Trump 上一日批评台湾，甲美国半导体业的工课抢去。针对这点，经济部长王美花回应讲，半导体产业的繁荣甲进步，是靠真济国家侪年来合作。那台美一直互相拢是重要的同伴。半导体是一个非常复杂。多元的一个供应链的关系，那事实上不同的国家扮演不同的角色。那美国在先进的 IC 设计，甚至设备都占有全球这个最重要的地位。我想我们是美国的伙伴，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王美花强调讲，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客户主要拢是为美国来的，这嘛是先转美国真环境大决定去美国设厂，双方密切合作。才会当促成即马半导体业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中央航空有一个外国机师，5月份的时要飞回临机进前，伊酒测无过，伊要求爱定验，连续是验8届才通过。桃园市的技术职业工会即马就批评讲，外口警察在甲民众酒测的时，敢会互你8届机会，等验甲无才准煞。因是批评中央航空为着趁钱，无顾旅客安全。通知技师这个工会讲，中央航空一个外籍技师伫5月7日伫群飞纽约飞往安吉拉伫飞机报到了后，验出酒测值超过0.2，当事人要求搁进行酒测，测8摆了后起飞进前，最后酒测值0。外籍技师讲，家己照公司规定，无伫个伫群进前12点钟内底啉烧酒，毋过14点钟进前有啉烧酒。技师工会批评，依照中央航空内部标准作业流程，技师伫群进前，若头一摆酒测值在0以上，必须在15分钟内接受第2摆酒测，那要是超过标准，就要需要停飞，也要来部开会调查检测原因。长荣航空为了一个营运或者是营收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居然用让这样一个外籍技师测的酒测高达重复测了8次，然后取得酒测值0，那让他进行这样的一个航班，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而且无法接受。对技术工会批评无顾飞行安全，中央航空回应，事发了后已经约谈相关当事人调查责任，检讨作业流程。对这个技术头一摆酒测单不是零检出，公司当时也计划召开临评会讨论定数，不过当事人伫开会进前自请离职。中央强调，技师无啉酒开飞机，也过侪摆酒测未依照标准的作业程序，会进行内部检讨。前国际航空技师指出，国内各间航空公司的技师报到了后，拢会进行酒测，标准拢是伫飞进前零检出，也过绝对无可能稳准侪摆来检测。报到前，先会在柜台做个简易的酒测。如果说他对酒精有反应的话，我们必须用这个更进一步先进的仪器，只要是被测出来一点点，哪怕是1丁点，你马上就会被停止当趟的任务，而且之后会受到非常非常严格的惩罚。前技师指出，过去业界确实有外国籍技师薪水福利较好的状况，也过对着有关飞行安全的酒测，大家拢同款，无听讲有差别的态度。对着这摆这摆进行酒测个案，民航局发布声明，表示对着啉酒开飞机是零容忍。对中央航空外3名人员无依照公司的程序进行超过2摆以上的酒测加后续处理，会依据民航法要求马上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道1号路南南口路段，顶礼拜6暗，有一个71岁阿公对交流道的出口甲车驶颠倒向甲驶去哩，沿路佫弄着3台车。警方即马是依照公共危险罪甲移送法办，相关会罚款3万6，而且会吊牌照6个月。伫监视器的画面会当看到，这白色的轿车伫车阵内面一路都含人驶无共平，佮沿路启动3台车。路边的过路人看到紧闪，因为实在是有够危险。代志是发生伫顶礼拜6、15的暗时8点外，一个71岁姓李的查甫人，疑似对路况是真气愤。我说你对南口交流道南向的出口去伫高速公路，含人驶无共平，驶1公里外，互大家拢惊到要死。现场车流量较大，无人受伤。各车驾驶人、酒车时均为0。除了民众不当的驾驶习惯，最近几年国道的施工也是事故处理车拢一直传出风浪。
过去2年相关的事故都增加5成，其中辅助驾驶车的比例嘛逐年在起，真侪驾驶甚至把这当作是自动驾驶在用，但即嘛无法通管。比较相信自己，如果用的话只是打开，但是本身还是会持续盯着路况，没那么智能，像没办法辨识什么三角锥或什么工作车也没办法辨识，就有落差。它忽略掉它是一个辅助系统，而不是一个完全的自动辅助系统。比如说我们打瞌睡，或者是说突然的一个转向的时候没有注意呢，那车辆可以帮我们立即的介入的一个主动安全的措施，而不是一个自动驾驶的一个功能。高度警察讲，主要辅助系统造成的意外有要9成拢是对后壁弄过来。根据统计，最近3年已经造成86个人的死伤，造成事故的车装有辅助驾驶系统的比例嘛，当年一直起来，今年增加到6成4，已经变作各岛的杀手。交通部1个月内提出对策，会进行相关的一个法规研修，先从相关的法规命令来进行一些处理。另外，6月30上路的道交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的修正案，在高速公路违规回车八股，也是逆向驶车者的行为，相当罚2万4，即马改做3万6，嘛会扣牌6个月，加重危险驾驶的罚则。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天气同款烧热，高温有32度至35度。气象局伫早起嘛有针对8县市发布高温的警示，咱同齐来看温度。这2天各地头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嘛因为是透东南风，所以伫东南部、恒春半岛会落地接雨。过到了后，西半部、东半部山区拢会落雷公雨。温度的方面，今仔日的高温有32度至35度。气象局嘛有针对台北、台中、云林、台南、高雄、屏东、宜兰甲台东有发布高温的警示。另外，目前伫菲律宾东南边的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上近伫沿岸就发展做风台，对咱台湾的影响爱去观察。天气遮尔热，嘛爱细致热伤害。就医生警告讲，天气热，心脏的负担就会较大。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民众拢爱注意。伫云林大溪就有一个90多岁阿公透中度伫田里做事，倒伫田里，加在互警察发现，有救回来。阿伯，叫救护车，快点叫救护车！警察发现有人热甲昏落去，倒伫个树仔骹，赶紧通报119。这个意外发生伫云林县大溪乡，一个90多岁老人，亲情甲厝内底人讲要去田里割草，无想到安尼失去联络。阿小报警找人了后，16中昼12点外，终于找到这个老人，赶紧送病院，才救回一条命。发现老翁虚弱瘫软在大树底下，背起老翁跨过杂草堆、水沟、低矮泥土墙。送上救护车，成功救援。最近天气连续出现高温，医师警告，老大人是热天发生心肌梗塞的高危险群，因为气温升高造成体表肺更扩张，使你心脏的负担增加，加上热天流汗，身体水分的打气会让肺变较可夹。若是对高温的户外随入去冷气房，温差变化大，就可能引发心血管的疾病。一个温差的变化，让突然变冷，你的体表血管从扩张的状态突然收缩。而造成血压上升、心跳变快，而产生心脑血管的意外事件发生，像心肌梗塞、脑中风都可能因为这样而形成。这未来1周的话，其实温度变化没有太大，那这事实上各地大部分地区大概是在32到36之间哦。根据医学部上新的新统计，心脏疾病是民众第2号杀手，平均每22分钟就有一人因为心脏疾病死亡，而且心肌梗塞唔那只有天气寒才发作。医师提醒民众尽量避免早起10点到下晡2点出去活动，爱适当来补充水分。若出现胸腔窒息、胸腔痛、心跳加速、喘气的喘这情形，就要赶紧叫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北半球今年的热天是烧烘烘、热乎乎。联合国的世界气象组织是表示，北半球的热流效应伫这礼拜会更较强，连暗时的温度拢会升悬，这嘛增加心脏病也有死亡的风险。另外，伫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红枫城，因的高温是47度2，这是创下新纪录。当地已经连续19天温度拢超过43度。
见到的影下面有真侪民众坐做伙，有人用手画头，看起来用袂着刷。北半球的各国受到小影影响，连续几日天创下高温纪录。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 WMO 18表示，北半球的小影会伫这礼拜愈来愈严重，暗时的温度嘛增加真紧。We need the world to broaden its attention beyond the maximum temperature alone. In many locations where the maximum is reaching into the high 40s or higher, the temperature may still be near 40 at midnight. WMO 世界气象组织的资深极端高温顾问南恩表示，暗时继续的高温会让身体无法度为高温的天气恢复，有可能造成爆发心脏疾病，也是死亡个案的增加，对人体健康真危险。美国东亚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统计，过去7天，美国各地气象站观测温度拢总打破860多项的高温纪录，其中亚利桑那州的红红城18创下高温纪录，达到47.2度，这是当地连续19天气温超过43度，而暗时的温度更加是连续9天拢伫32度以上。My air conditioner right now is running almost all the time, and I'm worried because when I have it set on 80, for example, it actually doesn't get beyond 82. 除了欧美国家，日本嘛对西部到东部差不多32个县市发布高温调查警报，各有甲调查的急救办法，就是让人体真紧降温。其中全身躯泡伫摄氏2度的冰水降温上紧，短短1分钟就当降温0.3度。比起伫树仔骹吹电风，也是用冰甲放伫过人空降温的方式，搁较紧。无法度泡冰水时阵，嘛会当甲病菌泡伫冰水，免准好打，就会当直接放伫身躯顶降温。公司新闻台是唐平玉。再来，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咱国内饲猪场饲猪的数量拢继续创下新高。根据上新的调查，到今年的5月底，咱国内饲猪场即马剩5893场，这是比去年同期是减240场。啊，那饲猪的数量即马嘛剩5242000只，两个数字拢创下历史新高。来关心自由时报。猪畜业继续咧欠工，伊是呼吁政府敢会当互饭店业者开放外劳。不过劳动部有公布每项数字，因讲小介1272个人去引头路，不过尾啊，敢若80个人录取。劳动部是强调讲，猪畜业欠工应该大声请咱台湾的劳工，嘛呼吁业者爱提高薪水放量标准。来关心中国时报。官司拍10档，放伫美国斯坦福大学将近18年，前总统蒋介石也佫有蒋经国的日记，也佫51箱的文件。即马所有权的争议结果已经出来啊！美国法院是判决讲，这物件的所有权是台湾的国史馆。国史馆是表示，已经派人去美国下半年，甲这物件全部拢载转来台湾。那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昨昏有开记者会，伊是主动说明讲，美国袂徛高边，不过美国嘛反对任何外部势力来干涉台湾的大选。另外，最近 AIT 想要伫内湖找地，要扩大建物，不过有引起争议。伊嘛对此回应讲，目前也无具体规划，也毋过伊讲嘛希望甲社区会当做好厝边。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按算要伫内湖区扩建，准备6日附近差不多2.7公顷的土地，引起大家讨论。嘛去用质疑是有军事用途，或者是铁桥。之前外交部办说明会，在地居民表达强烈的反弹。AIT 处长孙晓雅19举行上任了后第3届记者会，头一届回应，讲目前也无具体计划。We want to be a good neighbor. A third of AIT's American staff lives in the greater Nehu region. We don't have any, definite plans for the use of the adjacent parcel, but we do have an interest in potentially expanding in the future. We value input from the community, and we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through the process in the normal way. 那副总统赖清德就要过境美国，孙晓雅讲这是按英规例，中国无应该用这做理由来起诉。即马拄好是总统大选的期间，美国的态度嘛引起大家关注。孙晓雅伫记者会主动强调讲，美国袂选边徛，嘛反对任何外部势力的介入。We don't scold them or tell them you should do this or you should do that, but because, like I said earlier, we don't support one or the other. We don't have a vote in the election. But what we are trying to do is really ensure that the candidates understand
where we are, what our positions. 孙晓雅强调讲 ，AIT 的4大目标支持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也若台湾是美中共同讨论的议题内底其中一个项目，不过唔是唯一的议题。另外有风声讲，可能会由总统蔡英文代表台湾参加今年由美国主办的 APEC 领袖峰会。孙晓雅讲，邀请的名单目前还未确定。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来关心，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表示，若白合的议题，伊讲拖1、2个月到时就会成。若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是表示，伊有听到郭文哲意见啦。另外，郭台铭是继续伫地方走行程。也若副总统赖清德伫昨昏是正式接见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太太安倍昭惠。副总统赖清德伫总统府内底接见日本已经过身的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夫人安倍昭惠，讲到家己参加安倍晋三的告别式，一度讲袂落去。去参加告别式，对，没关系，没关系。去参加告别式看到的照片，哇，是那么帅气，充满了笑容，也没有感觉到他已经不在了。情绪小可恢复了后，赖清德也讲到其他代理伫安倍晋三的精神之下，会有更加深化的交流甲合作。离总统大选，各党持续报叫领团每19发布上新的民调，民进党赖清德支持度38.48%第一，民众党郭文哲28.34%第二，国民党侯友宜21.29%是第三。另外，出现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声音不断，郭文哲18更加讲到，这个议题拖1、2个月啊，有当时就成功。而侯友宜只是讲听到郭文哲的声音咯。柯文哲的声音我听到了，下架、无能。没有作为又贪腐的民进党政府，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侯友宜对外安怎整合，回民进党也唔知影，而党内整合也有有条件。你唔来台湾嘞？你我是台湾嘞？屏东。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甲大头活动也学了由韩国瑜做北农总经理时，农民收入上好。另外，也被关切三丰北农是不是就是韩国瑜看上的？市长有帮忙安排吗？没有，这农产运销跟农民的生活跟渔民有息息相关，而且是最重要的农民生物资。我认为说，我应该来参观。郭台铭强调是来体恤民意，不过传出国民党7月23要举行全大会，正式提名侯友宜为总统参选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美国军方针对美国的阿兵哥金恩走入去北韩这件代志，有和北韩联络，也毋过北韩拢点拢无回应。这个阿兵哥是去参加南北韩交界游览的旅游团，当时的团员就讲，但是发生了伤紧啊，而且过程是真乱，人就走过界啊。金恩无经过批准走去北韩，和华府加平壤的关系有新的危機。We're still gathering facts. Yesterday, the Pentagon reached out to counterparts in the Korean People's Army.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ose communications have not yet been answered. We retain a number of channels through which we can send messages to the DPRK. As you can imagine, in a situation like this, those discussions are quite sensitive. 北韓的國營媒體到即馬也無講到這件代誌。北韓駐聯合國代表團對相關問題也無回應。美國五角大樓講，今年23歲金恩2021年入伍，本來應該遣返登記美國接受紀律處分，在押送過程逃走，以平民的身份參加北門店觀光團，就被無經過授權下過軍事分界線。Someone ran close to me very fast, and I thought, what is going on? I didn't think anyone who was sane would want to go to North Korea. It all happened pretty quickly. I probably only saw him running for like a few seconds, and that's all it would have taken to get across the border. A couple of seconds after I saw him, that's when the soldiers shouted and started running after him. 觀察人士講，兩個國家關係真緊張，金恩無啥可能真緊就倒來。金恩佇美國的家人講，金恩會想要去做兵，是因為想要做更加好的家己。伊出來兄弟有人做警察，有人佇咧海軍服役，越境逃走也唔是金恩第一遍違法。美聯社有摕到一份判決的記錄，去年10月金恩佇咧首爾因為攻擊別人，損害警車被定罪。另外一個涉嫌佇咧一間夜店拍人，不過被害人尾也是撤回告訴。公司新聞黃文玲報道。鏡頭來中國外交部長曾講，6月25日後就唔捌佫出現。這個重要的行程場合，伊唔是取消就是換人。
中国官方是对外表示讲，伊是因为身体因素，也毋过即马是有风声讲，伊是和电视台主播有表出感情的纠纷，也毋过嘛有人认为讲，伊是政治斗争了后风消失去啊。中国外交部伫11日记者会表示，外交部长陈刚无去印尼主办的东南亚国协的原因。秦刚国务院兼外长因身体原因难以出席此次系列外长会。网络流传法新社的记者10时伫记者会问陈刚的画面，王文斌是雄雄顿顿，尾也讲已经有讲相关的信息啦，就袂阁回答。17几啊间外国媒体持续探问陈刚的下落，不过外交部拢无做出正面的回应，引起外界联想。陈刚消息伫公开场合已经超过3礼拜。7月初，欧盟外交官员本来按算要访问中国，这个见面的行程嘛去用取消。另外，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气候特使凯瑞、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地，因来中国的公开场合拢看无成功。上尾一届伊公开出现是伫6月25，伫北京甲越南的外交部长见面。迄一天嘛会见斯里兰卡外交部长、甲罗西亚副外交部长。为中国外交部的官方网站点入去，部长专区内底还阁看会到陈刚的相片。上尾一个活动的信息嘛更新到6月25日。陈刚今年57岁，伫2022年年底升做外交部长，今年3月阁兼任副总理等级的国务委员。外界形容陈刚的政治路，都袂输在回联期共款顺顺。陈刚雄雄风找无人，有风声讲伊若像是伫外口有查某，也就是人讲双面间谍的凤凰卫视女主播鲍晓婷。毋过，阁较侪风声讲，陈刚是陷入政治斗争，包括气球案机密外泄，去互罗西亚情报单位掌握叛变的证据。而且嘛有风声讲，伊甲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袂合，伫政治斗争当中，互踢出习近平的信任圈。陈刚被消息的传言，伫中国网络是受到真大讨论。中国当局并无使用审查机制。BBC 引用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曾家英的话讲。这互网友对陈刚涉入风波的代志是愈来愈怀疑，而且会互规个事件互愈看愈摸袂清。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中国伫镜头来英国，英国伫去年通货膨胀率是创下15年来新高。最近这半年，英格兰银行调高基准利率，要对抗通货膨胀，却害到税厝的租金，也有厝贷款的利息愈来愈高。算算每年有真侪家庭一个月爱加纳代票2万块买厝的贷款。目头角角伫看文件，61岁英国民众詹姆斯因为健康问题无法度去工作，对着当地厝租、伙食费甲另外费拢真贵，政府救助金已经无法度来应付生活开销之下，伊只好向慈善机构来寻求协助咯。My rent keeps going up and up and up and up, and I don't understand why. Every year since I've lived here for over 10 years, it's gone up. 真侪英国人厝贷款排进档，薪水1/5提起缴厝贷款，加起几若个月英镑汇率起几若摆，也过通货膨胀也是真悬。预计英国央行会继续采取紧缩的政策，造成民众厝贷款负担加重。由英国贷款大部分采取2年到5年期的固定利率。政府估计将有250万贷款户会在明年面临到期搁再应付。到时阵扣缴将近一半家庭每个月还钱的金额会加500块英镑，折合大约2万块的代票。I'm extremely concerned that we're just going to see more people coming to us saying we can't pay the mortgage, who would have never have thought of needing that kind of help. 在南半球的澳洲相关面临生活节奏一直起的情形，即阵冬天的期间，有一寡住伫平原地区也是经济有困难的人，穿袂少、无较够的衫裤。最近就出现行动依规为民众解决这个问题。Are you shopping for anyone today, or? Yeah, for my husband, for me, so we're very happy. 行动依规向无共有名的品牌出力赞助，提供有需求的民众免费摕到全新的库存的衫裤，同时避免卖出去的衫裤互稀释，达到减少浪费的行为。公司新闻牛干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去看世界。北非的国家阿尔及利亚南部发生一桩客运和汽车相撞的重大车祸，弄煞虽引起火灾，就有34个人死亡，即马阁有12个人受伤。
来关心乌海粮食协议，去年7月份透过联合国甲土耳其牵线，有达成互乌克兰的粮食会当对乌海出口。不过，因为俄罗斯不满联合国答应要协助俄罗斯甲粮食甲肥料出口约束空喙布置，所以即马退出协议。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即马嘛受到阻挡。俄罗斯是表示，联合国若是愿意照拼照行，因才会同意佮出来协商。在关心法国6月份有一个非裔少年家，互警方枪杀，引起民众大规模的抗议。目前有超过700人被判刑，要抓去关，其中有超过95%拢是因为放火、破坏物件、攻击警察，被定罪。政府是俄罗讲办案的速度真紧，也不过外界是积极讲司法不公平。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咱国内的司法，这是新北地方法院18开庭审理一件家庭暴力、某太翁的案件。这是头一届有国民法官参审，明仔载就会对外宣判。也不过实际上，民众对国民法官参与的意愿看起来是普普啊。亲像就有一个啉烧酒赛车的案件要审，通知100个人来，不过敢若60个人愿意来，甚至有人是烦恼讲惊会看到真恐怖的证据。法院的人员提前动员，欢迎民众来这参加海选。还是也可以来看看啊，蛮新鲜的。其实没有很想参加，就是还是照义务来的。这摆是外国台北地方法院有国民法官的案件，要入来到审理庭事，事前是通知104个民众到庭，19来62个，对内面经6个做国民法官，4个是备位的国民法官，和职业法官做伙审理去年11月这个案件。被告李家修无驾照，搁啉酒赛车，伫行政院头前的地下道超速撞车，造成头前车的驾驶死亡。事后搁申请拒绝国民法官的参审，互驳回。稍落来要开庭，国民法官看到这么粗残，搁遮侪回证据，心理上的压力敢会堪耐？我是还好啦，可能以前学生时代就看过那个车祸照片，所以应该可以接受了。这样哦，法律的吼，有影咱那主读少吼。无法度啦，选调的时阵，迄个云幕出来，莫遐认真看咯。到场的民众入场拢无啥共，对新北地方法院第一摆运作的国民法官来看，这礼拜小连续2天拢审理一件太翁的案件。有人伫法庭问题，但是毋是正讲的法官。有人因为表达无啥清楚，被告和证人无法度理解问题。有人毋敢看太人的相片，差一点目睭拢起起来。本院特别组成临床心理师工会国民法官心理支持小组，在本案宣判后，由临床心理师到国民法官休息室进行国民法官支持减压团体活动。就惊国民法官心理受到冲击，在宣判了后，台北地方法院就找临床的心理师帮助因来减压。即马正式遴选了后，会在7月24、25和27 3天审理，按算2被宣判。世界新制度上路，国民法官每一个行动拢真受到外界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全教总捌开记者会，批评讲公共幼儿园若是下课了后要留落来，也是休寒休热，要去学校照顾费用加起来是爱加真济。若这个钱甚至是比政府含有签约的私立幼儿园搁贵1倍。即马教育部长潘文忠已经表示，未来公共幼儿园延长照顾的这部分费用会固定，而且会补助，要减轻家长的负担。上紧明年2月份开始实施。收费较少，教学品质较好，为咗家长家囡仔送到公立幼儿园去读册。不过公立幼儿园平常时课后也佮有休寒休热的照顾费用，拢要另外算。台南市教育局长陈新辉讲，这2年台南的公幼招生都有出名额。我们公幼以前是很优势，可是从前2年那么当非营利跟准公共大量增加的时候，那开始在改变。非营利甲准公幼的课后留甲6点，台南市今年家己设经费补助公幼办理延长照顾，每点钟上最50块，2点钟100块，6岁家庭免钱，也过休寒休热1点钟50块，一天嘛系400块，一个月8800到11000块，负担也是袂少。相较于那么其他的非营利跟准公共来讲，他们是只要负担少于3000。台南市教育局伫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提案，建设中央甲休寒休热6日，幼儿津贴发放范围也是比较非营利幼儿园，每个月延长照顾费上最2000。教育部长潘文忠回应，已经规划公幼延长照顾服务支持的说法，建议采取定额收费。
这份公约大约13万名幼儿，超过10亿经费，要向行政院争取，希望113年度开始办理。比如1个小时，在家长的负担大概就是到一个额度，那其余的所需要的这些相关的费用，那就是我们来做补贴了。教育部指出，政全国8县市推动公幼课后留园，而且采定额收费的会证推行的经验，并且由教育部编经费予地方，看地方的财力共同来分担。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新闻来关心，拜日早起，桃园有民众通报讲，伫龙潭的修车厂内底有看到一只断一支手骨的高山鸭。桃园市的动保处甲兽医有赶紧去甲抓，为着要互这只高山鸭袂遐惊吓，有甲注射。验过4点钟后，才发现高山鸭已经死去啊！即马死亡的原因还搁在调查。这只狗坐伫修车场的吊架顶悬，倒看正看，白上白甲真舒适。虽然敢若一只手，但是伊骹手共款食美，甲点鸡放喺饼摕起来食，就算有人伫边啊，伊嘛是食甲欢喜噶。拿一些饼干，看看可不可以把它，先把它引到里面去，因为这边有点危险。网络上说它有主人，对，当然是希望主人可以赶快出现。一只手的高山鸭，一下佫走去修车场的涂骹行来行去。修车场通报通市农业局，动保处的兽医大约第一早起10点半到，但是这只狗已经走去另外一间厝，半点钟后掠到伊，为着确保运送顺利，兽医是替伊做1 cc 的镇定剂，送等去动保处要检伤的时阵，看起来佫真正常，无想到刷落来佫甲刷去安置的所在，了后佫看，这只狗竟然已经死亡。发现这只猕猴状况有点异常哈，那马上进行我们的立即性的急救哈。那在急救过程中哈，这只猕猴还是没有办法挽回哈。兽医嘛评估，无法度排除是这只一只手的狗家己身体状况造成死亡。在捕捉过程里面，每个动物的体质因为紧张的程度不一样，动物本身它的右边的手臂有断过，所以也许这个动物本身曾经在受伤那个过程里面曾经有内在的伤害。今年3月，通市农业局去掠世界社会当非人熊，无互兽医指导，掠了无检伤，造成伊死亡，引起真大批评的声音。这摆农业局强调讲，有照野生动物保育处置的流程，替伊做的镇定剂，两嘛拢有经过兽医的认可，确定是伫个会当做的范围。这只狗尸体即马要送去台大兽医学系来检验，要了解伊的死因。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指控，去年1月底。台东中滨的沙坡有发现一只靠沙死去的南海翁，这嘛是咱台湾头一届有记录到南海翁出现。不过专家即马研究遗体了后，是发现讲，这只无够2岁海翁是去互掠鱼仔的废弃物当伫岸滚啊，已经有6个月遐尔久啊，这6个月伊拢无法度开喙食物件，所以活活饿死。画面内底是一只海翁的头壳骨。有一个10多公分深的气角，这嘛代表人类伫伊的身上造成的悲剧。2020年1月底，台东中滨城堡的海墘仔发现一只死去的海翁倒伫海沙坡，这是咱台湾有记录以来头一届海翁死伫海沙坡。不过死亡的原因却让人真悲伤。我们从有限的皮肤上去分析一些这个化学物质，就是它的这个压力荷尔蒙，可以显示它死之前可能有一段时间那个压力荷尔蒙数值很高，可能就是它的状况非常不好。这只海翁无到2岁，在生的时阵去互鱼网的锁啊，甲头壳顶掉咧。这条锁啊不哩粗，有4、5公分，致使伊无法度开喙食物件，怎啊活活饿死。专家推论，伊去互锁啊顶掉的时间可能有5、6个月，因为海翁生长的速度真紧，长期落来锁啊顶掉的所在，伊的骨头怎啊规个耐落。只看到一个鱼眼睛，我记得，对，几乎就是饥饿的状态，所以大概是很可怜、很心疼。海翁的标本按算伫12月中会伫海参馆做展示。事实上，海翁、海猪甲海龟因为去互掠鱼仔的工具颠掉咧，全咧死亡。这种消息已经毋是头一届发生啊！海保署这几年定期清理海里的废弃物，根据因的统计，美国110年甲111年平均清出14000吨以上的海洋废弃物，也若用来掠鱼仔的家私，就占2%至3%。今年顶半年清出6000多吨，掠鱼仔的家私就占3.34%。比例看着无悬，不过危害却是上大。
它会对海洋的生态造成很大的影响。那我想大家就是常常会看到一些报道哈，包含就是不管是海龟哈，或者是一些海洋生物，那被我们这个就是没有妥善处理好的这个废渔网具呢缠绕。为了维护海洋生态，渔业署去年推出捞刺网徛命制规范。渔船若是早无标示无清楚的捞刺网，或者是乌白甲网单掉，拢会以渔业法罚3万至15万不等的罚款。希望会当为源头来减少这海洋废弃物对动物造成的危害。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台东关山的有机农田稻仔去治疗乌龟仔病，造成真大的损失。即马农委会和中兴大学合作，有利用生物防治找出2种方法来对抗这乌龟仔，效果真好。所以今年的产量已经有恢复稳定。台东的关山是出好米，当地有机的稻仔田，去年早冬的稻仔出现上药食的臭菜牛仔，害稻仔因为乌龟仔病全死了，收成剩一成。因为是有机农场，未使用烧稻仔方式来处理，为着解决这个问题，农委会和中兴大学做伙研发出防治乌龟仔病的方式，效果是真好。当边的产量已经恢复稳定。在111年2期的时候，产量最惨的农民甚至收成不到1成。在黑将军以及黑卵蜂的防治之下，那我们的产量在112年1期做的时候有显著的回升，已经来到了正常的水准。农委会和中兴大学是找出乌腔菌和放乌卵蜂这2种方式来对付乌龟病。台东的农改场是建议农民用这2种方式来减少臭菜牛仔对稻仔的损害。不要太早插秧，因为早插秧的话，这个到黑春象它就会很快的就进入田区去做繁殖。第二个呢，在3月到8月的时候呢，我们施用这个黑将军来做防治。那黑将军呢，施用以后呢，这个黑春象呢会被感染，它就会死亡。乌龟病是台湾早期种水稻仔的主要害虫之一，用化学农药了后减少啊。不过最近咧推广有机的种植，当地下米工厂的组长是表示，政府推动有机的产业，虫害是一定会继续发生。加在有找到真菌甲天敌，用生物防治的方式，让有机的路会当继续行落去。记者柯嘉选谢桂林台北报道。为了要让新种者会当公平参与社区，今年伊甸基金会是带少年志工，也有分林国小、国中的学生囡仔做志工。同齐甲宜兰教育院28个新种者，因同齐去台北儿童新乐园佚佗。透过这款活动，要让学生囡仔接触志工的服务，那这新种者伫志工的陪伴之下，拢算甲真欢喜。许多有侪侪野队，伊甸基金会安排宜兰教育院28个新众朋友去到台北新乐园体验游乐设施。进前受到疫情的影响，这届是疗养院的新众朋友落山冬后，搁一摆出来佚佗，大家笑容唱袂调，满心期待要出来耍。那主要希望透过大小志工的操作，能够让宜兰教育院的住民们，他们可以在就是疫情之后，就是很期待可以出来玩的这样子一个心情下，他们可以可以跟宜兰教育院的住民有一些互动。那也许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活动，他们会有机会跟这一些心智功能障碍的声音障碍者们一起互动，也去理解伊甸在可能就是24小时养护中心里面做的服务大概的模式跟内容是什么。今年伊甸基金会举办共好野队，是由青年志工甲云林标处国小、国中的学生来服务这的新种者，希望这的学生志工透过服务，会当接触新兴障碍者。感觉因需要去甲外口加一寡接触，然后因会使激起他们内在的有一些疑问或者是冲突，对，然后他们就会去探问很多的问题，对外或对内，算蛮正常的，就是不是会像一般大人那种感觉，就比较像同年龄的人那种感觉。伊甸基金会表示，新种者权利公约的精神，就是希望让新种朋友会当参与社区，也能透过志愿服务，让志工熟悉社会上的多元需求，会当感受帮助别人的快乐，体会付出的意义，减少对新种者的刻板印象、甲失礼的行为，创造友善的社会。记者蔡嘉欣、谢桂林台北报道。另外，这是文化平权，这是文化部要发起庄头剧场的巡回演出。这摆是邀请云门舞集
棉花园等等大大小小，计共有60个团体，要去到10个县市演出，希望互偏乡买当接触艺术表演。演员当咧台顶比武，骹手流力。疫情期间，侪剧团拢无法度表演，到现主时生活恢复正常，演员也通重新开始行上舞台。这阵文化部举办庄头剧场巡演活动，邀请台湾出名剧团到各县市举办表演。疫情对整个全世界的表演艺术产生极大的冲击，我们不但要恢复正常，我们要让感动还是要恢复常态。这一次的演出的剧码，可以说用8个字来形容：台湾的经典，我们世代的精选。亲像这摆的巡演，就邀请出名剧团棉花园戏剧总团，因要搬的戏是演一摆就要出动300人的超限白社团。最经典水漫金山，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舞台在表演，花道在表演，观众席在表演，空中除了有水柱以外，还有高空白蛇、青蛇被吊在10层楼高。另外，长滨云歌仔戏团也会到歌仔戏的故乡宜兰演出因的出名戏《天国宴》。这出戏在很多年前就得到电视金钟奖，在前2年的时候，我们在经过重新制作这档戏。这摆的巡演计划为8月开始到年尾，会有10个大型剧团，各传领5个小型剧团，分别到10个县市演出。文化部表示，计将60个剧团参与，除了希望表演艺术通伫疫情了后恢复正常，也达到文化边权的效果。记者龚正春由台北报道。台语文看榜来去台南，台南生活美学馆是用食食文化做主题，举办用母语来交陪活动。南部有7个县市、42个社区斗阵来摆搭，来推广母语文化。老师那比动作，那带囡仔念歌诗，用趣味的方式，让囡仔欢喜学台语。台南生活美术馆即摆邀集南部7个县市、42个社区，斗阵来摆搭，推广母语文化。各社区特色拢无同，有社区用绘本故事绍介地方文化，嘛有汉药店来教大家念台语药材的名，甚至有剧场提供演戏的台词，让人体验做演员搬戏唠台语的心情。我今仔日伫讲台语，我敢若做趣味。遮的囡仔兄囡仔姊吼，来学台语啊，台语就爱传承落去，较会欢喜啊。认识这个历程中，咱这个药材，囡仔来捌讲，体会讲这药材的美。文化部表示，社区母语是在地文化根，对日常生活中营造母语环境，会使提升使用母语的机会。现场规划6大主题，除了有布袋戏剧场、手作体验，另外眼前这道潘公公小火锅的澎湃料理，是台南地区参配合学堂社区的传统办桌文化，因传几道的来现场参乡亲做饮食交流。定要交生活一致结合，所以这个结合饮食唔单是咱来结合食衣住行来推展咱的在地的母语的文化。会当学的物件拢无同。每个单位拢有设计闯关游戏，让大人囡仔有算叫掠。不论是联捌各地头的文化知识，还是熟悉各区域的口口差别，因希望启发大家重视母语文化，毋望母语会使代代传。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听众乒乓世界锦标赛球王争霸，咱台湾队的王启祥是拍入决赛，不过尾也是以0-4输予顶一届听学金牌斯洛伐克的选手凯纳基，尾也是摕到银牌。那银牌嘛是伊个人上好的成绩。这一届咱台湾队是摕到1个金牌、1个银牌、1个铜牌。听众桌球世锦赛上尾进行的是男单金牌战。7战4胜制，由世界听众桌球男单排名第4的台湾王凯祥对排第1的斯洛伐克凯纳基。第一局一开始时阵分数就加调的，凯纳基发球击球下3球，王凯祥无接到，比数变做7-10，凯纳基暂时领先。不过王凯祥无放弃，连续点2分带，看来就要伫边啊。关键的时刻，王凯祥击球阁无接到，凯纳基欢喜甲压拳摕到第1局。
尾啊7比11、6比11，王凯翔搁再让出2局，伫边啊代表团一直给发声加油。到第4局，王凯翔3比7落后的时阵，全力进组，入到9比9平手。王凯翔所带来攻击的火力搁较强，因过肯纳基防守甲正班，上尾啊肯纳基这粒回击球，王凯翔无接到金牌赛啊。上尾之前，王凯翔全力奋斗，摕到银牌，也是个人上好的成绩。成绩是还蛮满意的，而且一开始状况不好，然后就是调整了很久，对，就是我在比赛处理比较不好的地方。大家都发挥得很好，对，也超出预期的目标了，对。男团金牌啊，男单银牌跟铜牌，比较可惜是双打没有拿到牌。不过整体来讲，成绩还是很好的。世界听障桌球锦标赛，台湾队总共摕到1金1银1铜。伫颁奖典礼，四位选手做伙，这边摕到男单男双混双金牌，斯洛伐克选手凯纳基是职业选手，捌拍过一般的世界比赛，世界排名前50。因为有戏啊，将转拍听障的比赛，一般来过台湾3遍，公正享受比赛过程，也搁现场录一段中文。我评分好朋友太多了，中国人才配一样。比赛时阵是对手，比赛煞了是朋友。疫情解封了，台湾第一遍办世界级的听障运动比赛顺利结束。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加州的海沙堡最近有几若百只海鲨、海狮还有海猪中毒死亡，原因将可能是因为咱人类用化学肥料去污染到动物的食食。另外，伫佛州是民众放杀动物伴放杀兔仔的状况真严重。若这兔仔即马伫野外生团，会乌白加电线、乌白放屎石，互地方真困扰。外面内底防救起来海狮看到是死严严，动保人员甲因断水，互因凉一下，因才小可恢复元气。不过有的要是爱注射或者是吊大虫。加州海岸最近传出有几啊件海狮攻击人类的事件，甚至有几啊百只死伫海沙堡的。这个各样的现象是因为因中毒造成的。这种毒叫做软骨藻酸，是一种神经毒素。They're just not acting normally. What we'll see is they'll be walking around in a circle, unaware that anyone's actually near to them. Their head may be shaking back and forth, or they'll be experiencing what we call a seizure. 动保人员表示，海洋内底的软骨藻酸是海草产生的。今年加州烟花海草是真够炭，而且是生一个过渡期。细只鱼仔会食海草，海狮阁会食这个细只鱼仔。地区体内累积过量的软骨藻酸，才会出现头壳晕、吐、甲失去方向等等中毒的症状。落尾甚至会因为脑部的损伤来死亡。动保人员认为讲，造成海水内底氮、甲磷过量的原因，除了海水的温度加悬以外，人类使用的化学肥料对河水流入海洋，恐惊嘛是间接危害海洋生物的凶手之一。We had so much rain this year in California, so there's a lot more runoff from the whole state, not just from the local regions. 镜头来看佛州，这个毛长长的兔仔伫道路边跳来跳去，看到真古锥。老德代堡这个社区有一个居民伫2年前搬走的时阵，把兔仔留落来，结果这个兔仔持续生蛋，今嘛数量已经增加到60只至100只左右。部分的居民怨叹这个兔仔会伫土骹钻空，乌白加电线，佮会乌白放屎石，甚至影响交通，而且当地环境嘛无适合兔仔野放生存。They're not supposed to be in the heat because they could have a heat stroke when the temperatures get above 85, and there's predators all around that can kill them. 当地议会要决定要把这个兔仔除掉，不过后来经过当地居民的争取，同意透过募款来进行安置。公视新闻张奎敏编译。天气报你知，和乡亲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7度，上悬有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外岛26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再起9点，咱再会。